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呢，还未消退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初步规范，建议咱的乡亲伫室外社交距离至少要1公尺100公分。也毋过呢，清明的年假，遮侪游客入去垦丁，为了避免出现防疫的漏洞，恒春警方呢超前部署站的，选伫人真济这垦丁大街这个夜市啊，用放送的方式沿路甲遮游客宣导，希望讲民众会使配合。 清明年假虽然是疫情的期间，不过垦丁的街路人也是非常多。但是人多，难免会使人担心，敢会增加病毒传播风险。保持室外1公尺以上的社交安全距离，以确保你的健康。杨春云局长提这大声讲，咧大声放送，沿路宣导社交距离。新冠肺炎疫情严重，烦请各位民众在室外保持社交距离1公尺。 街路另外一头，坐起伫巡逻车内面，同款来设计民众保持距离，担心游客遮尔多，会增做防疫的看房。警方整拢垦丁大街放送。分局将持续针对游客来做宣导，以防垦丁地区形成防疫破口，以保全体国人之健康。 但是成效如何，咱对画面来看到，也是袂少民众拢活甲非常近。各警方表示讲，只要对于防止疫情有帮助做法，确保民众的健康，应该做的就会去做。